睇下前被磨咗同未磨嘅對比，一次過打磨真係好痛苦。Y Realm 今日係掃燒完開爐嘅時候，繼上次講到雕好公仔之後，製作模具注漿倒模，大概4至5日風乾就可以掃燒。當然要視乎翻天氣同濕度，較好溫度慢慢升溫咁燒，燒完之後等降溫。呢度大概半日至1日時間。如果太急速出爐就會引致爆裂，慢慢等到溫度下降晒先出爐。如果係燒製球體關節人形就會有好多件。今次呢度有2隻6分，全部出晒之後就開始逐件打磨。雖然製造模具之前已經磨好晒，但係每次都仲有好多水口位，同事後修模徒手修整地方都要再打磨。睇下前被磨咗同未磨嘅對比，一次過打磨真係好痛苦，完成打磨90%左右已經想嘔。明天繼續努力，拜拜。